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耶稣甲青面人，耶稣行新约的风声哪开阔，哪久哪侪人来对伊。有一日，伊拄要离开耶利哥城的时，伊有拄到两个青面人坐伫路边，大阵人的声音甲耶稣三角得来，直到两人来问，这声音搅扰是甚物代志？迄时因探听了，知影耶稣伫众人的中间得行，因就嗷叫讲：“主啊，可怜阮！”群众的中间，侪人在想，耶稣若互这两个青面人搅扰，是真拍算时间，所以因就叫因两个静静。毋过青面人极迫切，因为实在因真大欠用耶稣的帮赞，所以因一发大声嗷叫，爱主可怜因。你想，耶稣家己甘愿来插这款啰嗦的代志啊无？有啦，因为伊到位的时，显明伊是上帝的囝。耶稣停骹对因讲：“爱我甲恁做甚物？”因脸边囥真大的黄芒讲：“主啊，阮爱得到看见。”主耶稣就可怜因，用手摸因的目睭，因脸边得到看见。因就安尼就转去因厝，毋是，无啦，因就来对迄个捌甲因祝福的主。